我哋坐港鐵嚟到迪士尼線之後，由 A 出口出發，大約步行3分鐘就會到達迪士尼。沿途有寄存行李同埋售賣紀念品嘅檔攤。進入迪士尼係需要安全檢查。之後就係檢查門票，進入樂園。入到樂園之後，我哋第一個遊戲就可以乘坐小火車。小火車係有時間限制嘅，早上10點半到下晝4點半開放。小火車係會圍住樂園嘅外圍走一圈，中間有一個中途站。
我就喺中途站落車，落車嘅位置附近就係旋轉木馬。今日嘅介紹係咁多，再見。